黃總喺多倫多經營緊一間有30人嘅科技公司，創業咁多年，佢都冇特別理人事流程。最開頭嘅融合約係上網揾個模板，改個公司名就直接用。幾年落嚟，一直風平浪靜，直到有一日，佢決定精簡團隊，入職3年嘅項目經理設備無因解。黃總照住合約入面寫，按就業標準法最低標準，俾咗幾個星期嘅薪金。佢以為咁就搞掂，點知好快就收到律師信。A 嘅律師話：你嘅終止條款無效，因為嗰份模板入面嘅措辭可能低過就業標準法嘅最低要求。一旦被判無效，成份條款都報廢，賠償就要跟普通法嚟計。原本幾個星期嘅成本變成幾個月嘅薪水，6位數起跳。黃總呢時先發現自己嗰份萬能模板其實暗藏好多地雷，職責同工作地點寫得太彈性，一調崗就可能被話係構成性解，保密同知識產權條款唔完整，客戶資料、代碼歸屬都唔清楚。安省基本上禁止嘅競業條款，佢都直接抄落去。加班、工時條款唔合規，花紅同佣金點計又冇講清，就連居家工作啲設備回收、私隱授權都冇寫。平時冇事，真係出事嗰陣，樣樣都可以反咬一口。嗰事之後，黃總痛定思痛，揾咗律師幫佢重寫成套合約。律師冇令事情更複雜，反而幫佢將複雜擋喺門外，逐條逐句重新設計。終止條款對齊就業標準法，清楚分無因、因由、不適任，鎖住普通法風險，加入合理變更條款，確保調崗唔會變成解。加班、花紅、佣金、知識產權、保密、私隱、試用期程序全部寫成閉環。新員工入職前簽，舊員工有對價更新，配合員工手冊同培訓，仲約定每年由律師檢視一次，跟法律更新去調整。到真係要談判或者解嘅時候，合約就變成籌碼，數字清清楚楚，溝通有根有據，成個過程又體面又慳時間。1年之後，同樣職位嘅員工 B 離職，要賠幾多？合約入面早就寫好晒，雙方幾日之內就達成共識。黃總一計條數，請律師幫佢重做晒所有合約嘅費用，仲唔夠打一場官司嘅零頭，但就換到一套可執行、可複製、可審計嘅人事底盤。佢嘅結論好簡單，模板俾你錯覺嘅確定性，律師俾你可執行嘅確定性，慳嘅唔止係文件錢，仲有未來嘅麻煩同時間。Christine 小 tips， 用合約唔係有就得，而係要寫得啱先得，寫得啱先至慳麻煩、慳時間，仲可以慳大錢。我哋提供國語、粵語同英文服務，等每位朋友都能聽得明、簽得清、用得安心。